其實香港人都的確好忙碌啊，每一個人其實都係有一個目的，就係想好好生活。咁我哋而家講緊好好嘅生活，都離不開一個生活嘅質素。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做第一講，就分享一個嘅老化危機。咁咧同大家介紹下我自己先，我個名叫做 Eric 啊，中文名叫周希朗，希望個希，開朗個朗。我屋企人改呢個名，其實都想我可以就將更多嘅希望，將更多嘅快樂帶俾身邊嘅人。咁我自己亦都係本身係讀工程出身，咁喺度讀嘅時候就發現營養學先至可以更加切身地幫到身邊嘅朋友。咁所以嗰陣時就一路喺大學讀書，一路咧夜晚出去進修去讀營養啦。咁今日咧我哋講呢個老化嘅危機啊，好多時咧我哋都有啲數字一齊去睇下啦。咁其實咧我想講老化呢樣嘢係一個非常清晰而且非常迫切嘅危機。點解咁樣講呢？唔知大家有冇時會睇到啲新聞嘅報告去講，原來喺香港，我哋預計咧去到即係大概2026年，即係20年後，香港即係平均嚟講咧，就有300萬人以上係有一個步入一個65歲以上嘅人口。不如咁樣，我哋調翻轉，如果你20年後仲未到60歲嘅，可唔可以喺個 chat box 度打個60俾我？俾我睇下我哋都有幾多年輕人先？都有啲年輕人喎。咁換言之，其實真係其他大部分咧，可能都已經進入咗呢個老齡嘅人口啦。咁但我哋隨住香港人嘅年均壽命越嚟越長，咁代唔代表我哋嘅生活質素係越嚟越高咧？我哋會發現咧，其實好多時我哋當去到一個老年嘅時候，好多人咧其實佢生活質素都大不如前即係好多時你會見一啲長者朋友，可能係晚年嘅時候，好多時都要去醫院去進出或者係不斷去覆診啊、食藥啊，甚至有啲人冇辦法自己照顧自己，要去到老人院咁但我哋希望嘅晚年生活梗係唔係咁啦，我哋會想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行得走得最好仲可以周圍去旅行呢個先就係我哋理想嘅生活。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對抗呢一個老化危機呢？咁你會知道，假如一個人佢喺冇任何訓練、冇任何營養保養嘅情況下，我哋最大咧身體自然生長嘅肌肉量，去到25歲咧就去到頂峰噶啦。咁而伴隨住我哋講平均平均嘅壽命去到86歲，以女性為例啦，86歲，男性84歲，哇，講緊我哋係有幾多年嘅老化？係成60年超過半個世紀嘅老化，咁所以其實都係幾恐怖嘅。即係如果你冇好好去保養，唔識得保養，其實伴隨住係半個世紀嘅持續退化。咁我哋咧要去了解退化嘅前提，我哋就要識一個概念，叫做無可取代嘅最大肌力。咩叫肌力咧？其實肌力咧簡單嚟講就係身體嘅肌肉力量。其實一個人我哋生存喺世界上，我哋同呢個世界、同呢個自然互動最基礎嘅單位，其實就係叫力量。好多人一聽到力量就覺得哇，好似啲好野蠻，好似冇乜文化先至會講力量。但其實有冇諗過，你瞓醒覺起到身，坐到起身，坐咗起身啦，行到落床，行到落床啦，你可以去到刷牙、去食飯、去做任何嘢，全部都係需要你嘅肌肉力量。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就係你身邊你見到嘅所有行為，你做到嘅所有行為，其實咧佢都係一個肌肉力量嘅標價。假如你冇呢個肌肉力量嘅話，你就冇呢個經濟能力負擔唔起呢一個價錢，你就做唔到嗰樣運動。咁所以對於有啲老人家嚟講，好多時你會見到佢第一樣退化嘅就係肌肉量，開始啲肌肉流失啦，啲手手腳腳開始冇乜力啦。伴隨住肌肉流失嘅，好多時就係骨質疏鬆。開始好驚跌親甚至係見咧老人家好多時咧就越行越慢。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要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我哋講緊我哋要嘅係健康唔係純粹一個冇病嘅生活。好多人問咩叫健康佢覺得係冇病冇痛但冇病冇痛咧，其實都唔等於你真係健康嘅。我哋最好就可以行得走得我哋可以真係做到自己心入面最想做嘅所有行動、所有嘅活動。咁所有嘢離不開就我哋肌肉嘅力量。好啦，咁咧都喺度問下鏡頭前面嘅大家，你都可以試下測試下到底自己有冇肌少症喎。咁第一個咧最簡單嘅測試咧就係做握力嘅測試。呢一個咧就有機器會好啲嘅。男士嘅標準就要大過28公斤，女士標準大過18公斤。咁握力係一個相對嚟講容易啲測試你嘅肌肉力量嘅一個量度方式。第二個就係咧你坐姿站立即係咧講緊你喺張凳上面連續坐低起身，連續5次。大家可以自己喺屋企一路聽書嘅時候都可以一路去做下，試下坐起身如果你要超過12秒咧，咁你就小心，可能你有肌少症啦。仲有一種你依家坐喺度都可以做嘅，我哋就叫做一個指環嘅測試。你就將你嘅手
變咗一個圈咁樣圈住啦，你就套喺你覺得小腿最粗嘅位置。有啲人可能即係特別女士可能會好擔心自己嘅小腿太粗，但其實咧小腿粗壯啲咧，其實對於預防肌少症咧都係有好處嘅喎。好，有邊個係圈完之後係仲有空間剩嘅？有冇人即係圈完即係你個手係即係圈即係包完之後仲有手同埋個腳之間有空隙㗎？如果有嘅，你寫個二字；如果係冇空隙嘅即係你係隻手可以貼得晒你嘅小腿肌肉，仲有突嘅，打個零字俾我睇下大家有幾多人係有肌少症，有幾多人冇乜肌少症咧？如果係冇零空間剩嘅隻手，哇已經完全唔夠包。我見到有朋友係零嘅，仲有冇啲都係零嘅朋友咧？大家都可以即刻試下睇隻手包唔包得晒你隻腳先。都有唔少嘅朋友我見到啲都係有做開運動嘅，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一個簡單測試，睇下到底自己有冇肌少症啦。好啦，咁咧我哋講要預防肌少症，其實咧其中一樣好重要去做嘅叫做大重量嘅訓練。好多人聽到哇做大重量訓練好似好危險喎。咁我哋咧都要去了解下，其實做運動咧有兩個目的嘅。你仲會聽到身邊人話呢排有去做運動啊，我都做好多運動嘅喎，點解我嘅肌肉都流失嘅咧？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搞清楚你做緊咩運動先。運動咧兩個原理嘅，即係兩個目標。第一個叫做遠離靜態嘅生活。咩叫遠離靜態生活咧？簡單嚟講就係普遍都市人都係坐嘅比較多。遠離靜態生活咧，我哋就係唔好坐咁多。你可以有啲人去做慢跑，有啲人中意游水，甚至有時見到啲嘅中老年嘅人士會中意揈下手做下家務，呢一啲都好嘅。咁但係有時有啲人會覺得我好似做得越攰就代表呢個運動越有效。咁但要提醒你，呢一啲叫屬於低強度嘅運動，而低強度嘅疲勞咧係唔能夠刺激你嘅肌肉生長嘅。咁所以我哋除咗要遠離靜態生活，另一個目的我哋就係要提升身體嘅功能。身體嘅功能咩叫結構化嘅訓練咧？我哋就係要做一個可以增加，即係佢可以令你嘅身體負重嘅潛能去增加嘅。即係例如今日我哋啱講，所有活動都有一個肌肉力量嘅標價啊嘛。假如我有個有個箱喺地下，我要拎起佢嘅咁呢個咧就係包含一個深蹲同埋一個拉起嘅動作。如果試問下一個人佢嘅肌肉力量得20公斤。同一個人嘅最大肌肉力量有120公斤，你覺得邊個會輕鬆啲呢？你覺得20公斤做嗰個會即係最大肌肉力量得20公斤會輕鬆啲嘅，就打20。覺得係120會輕鬆啲嘅，打120俾我睇下先。哇！大家都好明智，冇錯，你會知道其實咧你有更多嘅肌肉力量，意味住啲咩呢？就你做嘅活動咧嗰個選擇權係更大。如果你得20公斤嘅肌肉力量，你能夠做嘅重量，即係嗰個力量嘅標價就只係20公斤樓下。但假如今日你經過訓練可以做到120公斤嘅，你會發現你可以做到嘅行為動作就多好多啦。咁有啲人話到底中老年人士啱啱做負重訓練嘅？咁我哋一齊咧睇一條短片。這是86歲的王阿公，因為曾經中風，走路容易不穩，需要參與。唔知身邊會唔會有啲屋企人都係行動不便啦？增加他日常生活的行走能力。阿公越來越進步後，接着便帶阿公練習6角槓硬舉，增加阿公的肌力和信心。咁我飛後少少俾大家再睇啦。每一步都會是你成長的足跡。你會見到咧，給阿公一點鼓勵吧。你會見到咧，其實就係就算係一個講緊年紀大嘅公公，其實咧佢都係能夠可以係透過一個力量訓練，去令自己本身由行路都有問題嘅。變相佢因為啱啱講啦，呢個就係最大肌力啦。即係咧佢以前行路嚟講已經係達到佢最大肌力，所以日日行就好似日日做訓練，日日都好辛苦。但假如佢能夠提升最大嘅肌肉力量嘅時候，日常嘅生活咧就變得輕鬆啦。自己可以行動自如。咁所以我哋一路去想推廣就係，其實做一啲嘅負重訓練並唔係覺得純粹年輕人要大隻要健美先至去做負重訓練嘅。中老年人你想抗衰老，負重訓練係必不可少嘅一環。因為你需要面對嘅就係肌肉流失。咁所以咧，我哋咧人生有好重要嘅基金唔知你投資咗啲錢喺邊一度啦。人生可能都買過唔同嘅基金，咁但咧對中老年嘅人嚟講，最重要嘅基金就係你嘅肌肉儲備。
咁呢度咧有個研究去講嘅，咁就係咧有3組嘅人，一組咧就係做 HRT 咧就係講高強度嘅訓練，M 咧就係即係 middle 啦，就係中等強度，control 咧即係綠色嗰條，佢就係即係基本上就冇做運動。咁發現咧做完一啲高強度嘅運動刺激之後，佢哋嘅受體重即係講佢肌肉量。1年之後，其實佢有個持續上升嘅趨勢，甚至老年人最驚係跌低啊嘛，咁咧佢都係有1年後有上升。咁而呢個實驗咧就係1年後，佢哋全部都停止訓練，咁你見咧整體嚟講唔做任何嘅負重運動嘅，一定係跌啦，做中等強度嘅4年後最後都係跌嘅，但係唯有你真係做高強度嘅訓練嘅時候，你嘅腳部嘅力量，就算你停咗訓練之後嘅3年，都係唔會翻到去你冇訓練之前。所以我想去建議大家係盡早開始去做運動。所以咧，其實最理想嘅就係25歲開始去儲你人生嘅肌肉。咁但遲咗開始都唔緊要嘅。你遲咗開始嘅時候就加緊努力，令你嘅晚年生活可以多一份嘅保障。但係咧，我哋講做運動當然非常重要啦。但我哋營養都係必不可少嘅。呢度咧右上角你會見到幅圖啦。咁咧，其實我哋身體其實佢恢復係有個週期嘅。你做完運動，基本上咧你個能力咧會短時間出現一個下降嘅情況出現。咁但咧我哋需要嘅就係恢復。身體好有趣嘅，當咧你嘅所承受嘅嘢係超過你本身能夠負荷嘅，佢就會觸發一個叫超量恢復嘅機制。就係佢會令到佢變得更加強壯。咁所以其實即係喺甚至人生入面都係嘅，你經歷過一啲嘅低谷嘅時候，你再反彈嘅時候咧，你個高度係會比原來更加之高。所以你身體咧要去令我哋嘅肌肉去做增長，其實好重要就係做運動，其實係叫破壞緊肌肉。但唔好覺得所有破壞都係唔好嘅事，因為呢一次嘅破壞係俾緊我哋身體有信號。俾我哋身體知道，呢啲肌肉有用嘅喎，唔好咁容易俾佢流失。你嘅腳嘅肌肉唔好流失，手嘅肌肉唔好流失。我仲有好多活動想去做，我想去睇遍呢個世界上好多唔同嘅美景。可以同埋多啲肌肉咧，你都可以食多啲嘢嘅喎。因為我哋嘅肌肉係儲存糖嘅地方，有啲人血糖唔好嘅人，其實都容易係即係抑或應該咁講，偏瘦嘅人咧，其實血糖都會相對比較難去控制。但反而如果你多咗肌肉嘅，你嗰啲糖分就可以有肌肉幫助你去調節啦。所以你除咗做訓練之外，更重要嘅我哋就要補充足夠嘅營養。當我哋有足夠嘅營養，有足夠訓練，有足夠嘅信號俾身體，佢就會同你去修復，同你去製造肌肉啦。好啦，咁我哋所以講，到底人體入面有啲咩嘅營養素好需要咧？我哋人入面有幾多個細胞啊？37萬億個細胞，即係37兆個細胞，非常之多。咁但入面咧都有唔同材料組成，排第一嘅就係水分，大概佔60%左右。好，睇下有冇人打字打得快，到底排第二嘅係啲咩嘅營養素咧？我哋水分佔最多啦。我哋身體有好多唔同嘅營養去組成。一個健康嘅人體其實離不開就啲營養素嘅比例。中文英文都得。哇，呢個朋友打得好快喎！冇錯啦，就係蛋白質啦。蛋白質咧基本上就係一個身體生存嘅基礎營養素。甚至咧，如果你有時留意下啲關於太空嘅嘢，你會發現太空即係 NASA 佢去揾地球以外嘅行星，到底有冇生命體咧？佢就睇兩樣嘢嘅啫。第一就係有冇水分，第二就係有冇蛋白質嘅存在。咁所以咧，蛋白質就係構成我哋嘅生命。咁當然我哋嘅肌肉亦都好重要嘅材料就係蛋白質。係啦，咁我哋到底點樣去補充蛋白質最好咧？我自己認為咧，第一你要食啱一個早餐。早餐嘅攝取量，你有冇食夠蛋白質咧？對於你成個身體嘅構造、成個身體嘅康復修復，其實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早餐咧，簡單嚟講3個標準，需要第一有熱量，第二我哋要有能量，第三就有微量。熱量係啲咩咧？就係所謂例如碳水化合物就係提供熱量嘅重要來源。咁我哋就唔係食緊白米白飯或者係一啲嘅白麵粉呢一啲嘅熱量。我哋要嘅係優質嘅碳水化合物來源。你可以食下薯仔、番薯粟米、淮山、南瓜呢啲就係優質啲嘅熱量來源啦。第二啦，需要能量。我哋細胞嘅能量最主要就係要有蛋白質。一個人嘅新陳代謝好唔好？佢嘅一啲身體嘅廢物排唔排得走？都需要蛋白質去參與。你身體細胞嘅更新，你肌肉量嘅生長需要蛋白質。第三咧就需要有微量。微量係嚟自啲咩咧？一啲微量營養素就講緊嚟自於我哋平時食開嘅水果、蔬菜。
咁而呢本你見到本綠色嘅書其實呢個一個咧就叫《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咁就係一部好權威嘅書籍。咁佢就係指揮住成個中國10幾億人口到底要食嘅營養素個飲食嘅配搭係要點樣去做。咁隔離一個膳食指南都係講啦，早餐可以食嘅嘢應該咧要佔全日嘅25至30%。簡單嚟講，就你應該將早餐同你午餐晚餐食嘅係差唔多嘅。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平時早餐都係食好少嘅啫，可能飲個牛奶食個麵包咁就係早餐。咁呢本書就同你講，咁就係唔啱啦，唔夠啦。我哋仲要食嘅早餐要點食啊？要多樣性嘅，我哋有穀物嘅主食要有蛋白質就係奶蛋肉呢一啲嘅食物蔬菜水果各有一份。我哋仲要避免啲咩？就我哋要揀一啲高營養密度嘅食物要避免油炸煙葉一啲高油鹽糖嘅嘢。咁所以麵包嚟講咧，其實咧佢就純粹碳水化合物為主我哋要嘅蛋白質冇嘅，我哋要嘅維他命礦物質都係冇嘅咁所以食麵包做早餐，或者啲人食麥皮覺得麥皮都好健康但其實你嘅營養素都太單一啦。好啦，咁蛋白質除此之外仲有啲咩用咧？基本上我哋要食幾多先夠啊？大家如果有計數機嘅，咁就可以一齊計下。成年人需要嘅就係每日你要將你嘅體重乘1.2 gram per kg。咁所以咧，即係一個60公斤重嘅人，起碼咧你要食到72克一日。咁蛋白質應該都會教下大家點樣去計到底一份蛋白質有幾多。蛋白質有咩用啊？幫我哋生長啦。即係如果對於小朋友嚟講，就係生長發育。對於成年人嚟講就係修復。我哋每一日其實身體嘅細胞好多唔同嘅損傷。點解一個人會成日越嚟越攰，一日比一日更攰咧？就你嘅細胞嘅修復跟唔上咯。你細胞就好似身體嘅零件，你呢個零件每一日都有嚿生鏽慢慢你成個機器咧都會運作唔正常。咁所以咧，蛋白質就幫你修復翻身體呢個機器。我哋嘅免疫力我哋消化嘅酵素或者成個人嘅新陳代謝呢啲全部都係需要蛋白質去參與。咁到底點樣計我食得夠唔夠咧？咁大家又可以攞自己嘅手掌出嚟。手掌咧就用嚟計蛋白質好好嘅一個即係容易去估算啦。咁我哋就唔要啲手指，就要個掌心嘅部分。呢一個嘅大細，呢一個嘅厚度就為之一份嘅蛋白質。咁一份蛋白質大概有幾多蛋白質咧？呢度你會見到啦。你呢度所有見嘅就全部就係當一份蛋白質去計算。一隻雞蛋嘅咁就係有7克蛋白質咯。你有呢個大細嘅一個梅頭嘅，咁有19克蛋白質咯。你有個手掌嘅可能係青魚嘅，咪24克蛋白質咯。咁所以呢度你可以計算下，到底一日你食得夠唔夠啦？我哋講緊呢個乘1.2係最基礎喎。如果你想預防肌少症嘅，起碼乘到1.5。換言之，60公斤嘅人，你一日起碼要食90克嘅蛋白質。90克嘅。咁喺度去計算普遍嚟講可能就要3至4個手掌嘅份量。仲要係咩咧？最理想嘅就係動物蛋白同植物蛋白係1比1。唔知有冇啲人可能都會擔心自己啲心腦血管血糖問題。咁其實咧，如果你係身體成日有炎症嘅，炎症另一個課題就下次再講。咁但係如果你身體有炎症體質，其實你唔適宜食太多紅肉嘅。咁你點樣可以令到身體嘅炎症反應冇咁強烈咧？就需要植物性嘅蛋白質。咁所以我當一個60公斤嘅人，我要預防肌少症，一日要食90克。90克講緊就係2個手掌嘅肉類。能夠用食物食嘅就用食物食。咁但植物性咧，你要食即係講緊1磚嘅豆腐。你自己出去買豆腐花，你都會知道其實一個你平時買嗰啲豆腐花，一個可能講得8克嘅蛋白質。咁你要食到40克咧，就係講緊你起碼要食5個嘅豆腐花。咁你發現其實都唔容易食得到。仲要早餐咧，我哋起碼咧要食到1/3喎。咁所以你會發現，哇！原來我知道蛋白質好重要，我知道健康都好重要，但現實情況咧就好難做得到。咁我哋講一個好嘅早餐，其實咧我哋係需要有6+1。除咗有蛋白質，我哋有優質嘅脂肪酸。除咗優質脂肪酸，我哋仲需要有維他命礦物質膳食纖維、植物嘅營養素甚至有益生菌。咁所以你發現，哇！現代人咧食早餐都真係好唔容易做到。咁而且我哋每一日希望可以食到超過12種食材，每個禮拜食到25種以上嘅食材。有啲人都食到啦。如果我話其實你食到嘅話都好唔容易啊。但第二就問食得夠唔夠咧？呢個比喻就係考試。就總有啲學生話：哇，老師點解我
一路溫書，我咁努力溫書，我都唔合格嘅咧？咁咧，你通常如果你老師會問佢咩？有溫書，咁但你溫咗幾耐咧？呢個就相當於我哋平時食嘢啦。你食咗呢啲營養素啊，但你食得夠唔夠咧？如果你食唔夠嘅，咁自然就起唔到作用啦。咁所以就同你考試一樣，你溫書溫唔夠嘅，都係考唔到一個好成績。你營養素食唔足嘅，就算你有食到食唔足咧，佢都起唔到功效。更何況你現代人食太多超加工嘅食物，呢一啲嘅超加工食物唔知有幾多你會有食到啦。即係呢啲麵包啊、餅乾啊、穀物早餐，唔知係幾多人嘅早餐。如果你以前都係食呢啲做早餐嘅，俾個5字我先。我想講我以前細個咧，我讀中學嘅時候都係食麵包做早餐。咁有時可能飲杯嘢飲。有冇啲人以前都係食呢啲早餐？係啊，總會有嘅。咁呢啲，但冇辦法，即係始終佢係成本最低，又好好味，又方便快捷。咁我哋依家要嘅就係，我想抗衰老喎，我想我嘅生活質素係更好喎，我唔想晚年嘅時候要成日進出醫院喎。咁呢啲咪要去改啦。呢啲食物就唔可以再係你嘅早餐啦。咁自製營養早餐點樣做咧？呢一個盤你就見到啦。講緊你早餐喎，你可以喺呢啲食材上面揀碳水化合物嘅，食1個拳頭。你可以揀食番薯好，食粟米好，食薯仔好，南瓜好，紅米好，黑米好，小米好。1個拳頭左右嘅份量喺你嘅早餐度。另外啦，蛋白質又要有1個拳頭喎，有1個手掌喎。咁你雞蛋嘅話咪要起碼2隻以上啦。但2隻都唔及你一餐要嘅蛋白質嘅。你可能2隻雞蛋再加塊三文魚，咁你就夠咗個蛋白質啦。仲有我哋要蔬菜喎。蔬菜要咩咧？就係1個捧，1捧嘅蔬菜。咁你中意食咩蔬菜都得嘅。多啲綠葉菜又可以。有時有啲人中意食下可能一啲青椒或者係蘿蔔呢啲，都可以嘅。咁但你要食足咯。咁仲有水果都要嘅喎。水果你中意食就可以揀啲低糖啲啦。例如係蘋果或者一啲骨子類嘅橙呢一啲西柚就屬於低糖啲。或者莓類都唔錯嘅，藍莓、紅莓呢一啲你都可以食。甚至有啲人消化唔好嘅，菠蘿又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但係發現你一日咁樣食都可以啫。但如果要日日咁樣食餐，即係每年都係要咁樣去食。仲要都市人好多時都好忙冇時間，咁可以點樣處理咧？咁當然我去教營養咧就一定係食物行先嘅。但以我咁多年經驗，就算我自己我都唔可以日日咁樣去食。咁我會點樣食咧？我哋早餐就會咁樣嘅。你見咧，我都係會食水果嘅。我可以切個水果。水果最好嘅顏色豐富。但水果有碳水化合物，有纖維，有維他命，但佢缺少咗咩咧？就係蛋白質。我哋身體要修復最重要嘅就係蛋白質。咁食水果冇喎，咁點算啊？咪加咯。你加隻雞蛋。同埋我哋早餐咧都會有個叫 Healthy Mix 嘅一個營養代餐。咁基本上咧，即係我為例咧，其實食完水果再加呢個營養代餐，基本上就已經係第一，我係營養豐富、營養充足。第二就係佢都好襟飽。我可以由朝早到晏晝一路做嘢，都係可以唔需要再去食其他嘅零食。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現代人嘅生活就需要用現代化嘅方式去解決。但假如你早餐連呢啲水果都食唔到嘅，連呢個蛋白質量你都食唔到嘅，咁你就唔好講其他嘢啦。咁對於一啲老人家嚟講，哇，食水果可能有時話驚寒涼，或者食完咧佢又未必係消化能力咁好，可以點咧？我會推薦你就直接飲 Healthy Mix。因為 Healthy Mix 第一佢好容易消化，因為有時朝早你未必你個口未必咁想咬嘢，但流質嘅嘢咧你會容易入口啲嘅。第二咧佢消化完你好容易身體吸收。有啲人胃口唔好嘅，就算你食完嘅嘢你消化唔到咧，都係屙翻出嚟嘅啫。咁但你可以消化到、吸收到，仲要係蛋白質嘅含量豐富，營養價值豐富，有晒啱啱講個餐盤所有嘅營養素。咁呢個對我嚟講就係性價比高嘅早餐啦。咁所以如果你胃口唔係咁好嘅，你可以飲住呢個 Healthy Mix 先。如果胃口好啲嘅，加埋水果，再好啲嘅加埋雞蛋。咁呢個就係一個滿分嘅早餐啦。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呢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極之方便嘅選擇。咁甚至咧，即係點解我會去學營養？其實都係因為呢2位啟蒙老師。咁我自己營養學咧就喺耀星度去學。咁 Clement Anita 正正就係一個營養嘅先驅。佢哋咧唔單止係同人去講營養、教營養，更加係將運動去身體力行。咁咧，我哋睇下嗱，即係講緊 Clement 係已經74歲，Anita 都係超過60歲。咁但係佢哋就將運動、營養結合，形成一個點嘅身體狀態咧？我哋一齊睇。
你會見到 Clement 去做嘅掌上壓係非常之標準甚至 Anita 去玩呢一個 wake surf 根本係即係都唔需要去掹住條繩，行動幾自如唔知你嘅對於中老年嘅諗法係點？會唔會都想有呢種身體嘅素質？咁我正正喺佢身上見到佢哋去做嘅嘢咧，正正就係將營養同運動結合。咁我自己都係嘅，我自己本身咧都唔係一個容易長肌肉嘅人。如果咧我呢個就我中學時候嘅樣咁咧即係嗰陣時咧就已經基本上係冇乜肌肉啦。如果都唔去增加肌肉咧，就好容易肌少症。咁所以後尾咧就開始決定去加營養。咁加咗營養之後，個效果都唔錯喎。唔使點樣特別做運動都可以有肌肉。咁但係都係未夠。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健身。咁仲有幾個月嘅時間，呢個咧就係營養再加運動嘅結果啦。咁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我覺得學營養最緊要就係你將學到嘅嘢用落自己身上。無論任何年紀嘅人，其實只要你願意開始咧，你都係可以令自己嘅聽日過得比今日更加好。你有營養嘅知識，有運動嘅知識，將兩樣嘢結合，你就會得到一個更加好嘅身體。所以去到差唔多最後啦，咁我哋嚟緊咧都會有一個叫做好好保養嘅健康交流群。咁我哋啱啱好多謝 Tommy 都有介紹我哋呢個好好生活研究所。其實就係真係為咗一班即係都市人好多時都好忙碌。但我哋都希望大家係熱愛生活嘅，想一齊追求健康、追求人生選擇權，咁就可以一齊入到嚟我哋呢個好好生活研究所。咁喺好好生活研究所之下，我哋咧會有個係會員嘅交流群，就叫好好保養。入面會分享我哋日常即係對於健康嘅一啲睇法，我哋會點樣去保養自己健康，我哋日常嘅飲食會點樣去做，亦都好歡迎你入到呢個群咧，係同我哋多多交流，講下你嘅生活近況，講下你嘅飲食，講下你嘅運動，令我哋咧真係可以有一班人一齊去行健康呢條路。因為有時句説話都係講一個人可以行得好快，但一班人先至可以一齊行得遠。咁如果你掃到 QR code 嘅，就可以而家掃 QR code，我哋會有我哋嘅伙伴會聯絡你，去俾你了解多啲我哋呢個群組會做啲咩。咁入到嚟之後就可以多多一齊去交流。如果掃唔到嘅，你都可以問翻帶你嚟，即係 send link 俾你嘅朋友了解翻。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呢個好好保養嘅呢個群組，因為真係好開心。好多人同你一齊去鼓勵你，一齊互相去扶持，一齊去行。咁所以最後送一句説話俾大家，千祈唔好高估一日你能夠達到嘅成就，但都唔好低估一年可以累積嘅效果。相信你只要擁有咗營養，擁有咗做運動嘅習慣，擁有咗呢啲知識，擁有咗一班同你一齊行嘅人，你都可以收穫到一個美滿嘅人生。好，我嘅分享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將時間交翻俾 Tommy。好多謝 Eric 嘅分享。咁我相信咧，Eric 今日嘅分享咧，帶到兩個重點俾大家嘅。第一個重點咧，我聽到嘅咧就係點樣去選擇去計算自己嘅一個蛋白質嘅攝取量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點樣去揀一個優質嘅早餐，去為我哋嘅一個蛋白質攝取去鋪路嘅。好，咁嚟緊咧，我哋咧除咗啱啱一個線上營養班嘅活動之外咧，嚟緊咧亦都會有兩個活動嘅。而第一個活動咧就係喺11月嘅16號。咁11月嘅16號咧，我哋咧亦都會有一個 Pickleball 嘅活動啦。咁我哋就會喺呢次 Pickleball 咧就會北上嘅。咁正正呢一次 Pickleball 嘅活動咧，就能夠去啱啱好似 Eric 話齋去分享我哋點樣做一個高強度或者叫做中強度嘅一個運動啦。好，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咧嚟緊11月23號咧，亦都會有一個脂肪肝主題嘅一個分享。可能大家對於脂肪肝呢樣嘢未必太過熟悉，咁但係咧，大家會唔會發覺咧，有陣時咧瞓完覺之後咧，第二朝瞓醒咧，個人依然都好攰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最主要咧都係喺肝上面出現問題而發生嘅。所以咧，成日攰嘅朋友咧，我都好鼓勵咧，能夠出席11月23號我哋一個線上嘅營養講座，係關於脂肪肝嘅。好，咁今日嘅線上營養班就去到呢個時間結束啦，咁就多謝大家嘅參與，拜拜。